路運智慧良言。喺聆聽路運智慧良言之前，要請你深呼吸幾下，安定心神，然後以禱告開始。神啊，求你安靜我嘅心，幫助我專注喺你嘅面前，讓路運嘅一言一語洗滌陶造我嘅生命。第28日，讓獅子同羔羊一同躺臥。喺你裏面有羔羊，有獅子。獅子就係你成年好鬥嘅自我，主動自發，謀事決策都在於佢。同時亦有驚恐脆弱嘅羔羊，就係你需要愛護、支持、肯定、輔助嘅部分。當你只係聽從獅子，你好快就會發現自己超出負荷，筋疲力盡。當你只留心羔羊，你好容易會糾纏喺自己同其他人關注嘅需要。靈性生活嘅藝術在於同時全然承認你裏面嘅獅子同埋羔羊，以致你能夠果敢行事，而唔否認自身嘅需求，尋求愛護關懷，而無損你嘅領導才華。作為上主兒女嘅你，越係感到安穩，你越係會願意承認自己要為上主完成獨特嘅使命。你對於滿足自己深深嘅需求，就越能夠開放釋懷。耶穌在世建立嘅和平國度，乃始於你嘅獅子同羔羊能夠自在無畏地躺臥喺埋一齊。生命反思，你能夠敏察到自己內心有果敢行事同埋尋求愛護關懷嘅部分嗎？喺果敢行事嘅當中，你又能唔能夠坦然表達自己內心嘅需求呢？又或係相反？讓我哋安靜落嚟，更加深入嘅探索我哋自己，並且去到上主嘅面前同佢分享。我哋一齊默想以下經文啦。他對我說：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哥林多後書12章9節。細味一下今日嘅內容，有乜嘢令你印象深刻嘅呢？將你嘅體會、感受帶入禱告當中。